大家好，我係組織心理學家 Florence。就住大埔雲福苑發生嘅火災事件，我相信大家都好關注，亦都係希望可以去伸出援手去幫助㗎。咁就住喺組織心理學方面我哋亦都會建議返僱主、高層同埋我哋嘅人力資源嘅同事亦都係可以就住喺呢一件事件裏面可以提供一啲支援去俾返自己嘅員工嘅。我哋就住呢件事裏面可以分開咗喺兩個部分去處理。第一個部分就係受到直接影響嘅同事。對於一啲直接受到影響嘅同事我哋可以第一步點做就係我哋好建議翻僱主去揾一揾翻自己本身企業裏面有冇一啲員工係住喺受災嘅環境嘅屋苑裏面又或者係屋苑附近嘅範圍我哋主動咁樣去關心佢，了解一下佢當刻有冇一啲即時嘅需要支援。第二點就係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彈性嘅返工或者假期，去俾翻一啲直接受到影響嘅同事，讓佢可以好無後顧之憂咁樣去處理去跟住後續上面屋企嘅狀況。第三點就係我哋亦都去了解下公司本身嗰個有冇一啲 EAP 嘅計劃，一啲員工嘅支援計劃。如果有嘅話我哋亦都建議你哋亦都可以將一啲資訊去直接去話翻俾個員工聽，同埋我哋亦都建議佢哋去鼓勵員工啦，去揾我哋嘅 EAP 嘅 program 裏面嘅人去做一啲情緒嘅支援。如果公司裏面冇一個 EAP 員工支援計劃嘅話咁我哋都建議翻人力資源部亦都可以整合翻喺個社會上面唔同嘅 NGO 啦，或者一啲政府機構啦，一啲關於情緒支援嘅一啲熱線電話，咁整合咗之後咁亦都可以去發布俾同事，咁讓同事知道理解到，如果佢當刻需要一啲即時嘅情緒支援嘅話可以有啲乜嘢嘅方式。另外一點就係關於係保險方面啦。咁我都相信有好多公司都會幫僱員啦，甚至可能僱員家屬啦去購買一啲保險嘅。咁喺而家呢一刻嘅時候咁亦都係可以建議僱主去主動去讓員工知道，佢當而家面對呢一個狀況嘅時候，公司嘅醫療保險係可以點樣去支援到嗰位同事去處理佢後續嘅狀況呢？咁另外第四點亦都係最後一點啦。咁就係我都好建議翻公司亦都係可以安排一位同事，亦都可以係佢自己公司嘅直接上司啦，或者公司嘅人力資源部嘅一位同事。咁我哋亦都可以提供呢一個直接嘅聯絡嘅方式去俾翻受影響嘅同事。咁讓同事知道如果需要有啲乜嘢嘅關於公司方面需要去一啲支援嘅話，佢可以直接打電話去聯絡嗰位負責人、嗰位聯絡人，咁好讓公司可以即時去提供一啲協助嘅。咁嚟到第二個部分就係一啲冇直接受到影響嘅一啲員工啦。咁因為呢一件事情亦都高度咁樣受到社會嘅關注啦，同埋亦都係信息好廣泛流傳。咁所以或多或少一啲非直接受影響嘅員工亦都係可能情緒上面都有少少影響嘅。咁所以我亦都係希望我哋嘅僱主或者高層亦都係可以去主動去同員工去分享翻，可以有以下嘅幾種唔同嘅做法。首先第一就係分享翻俾員工聽，讓佢哋去了解一下而家自己當刻會唔會過度咁樣去專注翻喺嗰個新聞上面，或者係唔同嘅社交媒體對於事情嘅發布個信息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呢？咁例如有啲乜嘢嘅行為會出現呢？譬如機不離手啦，經常性望住個事態嘅進展啦，喺電視機面前不斷咁樣望住直播或者新聞嘅報導啦，而不能夠抽離啦。咁呢一啲都係可能大家都需要留意嘅狀況嚟嘅。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咁我亦都希望僱主亦都係可以提醒一下僱員佢會唔會去有一個可能抽離唔到嘅情況啦。因為我哋亦都會有好多嘅研究發現啦，雖然佢自己唔係當刻係嗰件事情重大事情嘅一個受害者，但係當我哋係一個目擊者嘅時候亦都係有機會造成一啲情緒上面嘅困擾㗎。咁所以呢一個我哋都係需要去同翻我哋嘅員工去講翻啦，提醒下佢哋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出現啦。第二點咁我哋亦都係可以觀察下員工喺個情緒同埋行為上面會唔會有一啲同日常不一樣嘅狀況。
譬如佢見到佢會感到一啲焦慮啦，或者好提唔起勁工作啦，甚至員工自己會出現一啲失眠啦、食慾不振啦等等嘅狀況。咁喺呢咁嘅情況下咧，咁我哋亦都建議咧，僱主咧亦都係咧可以主動去同翻啲員工分享翻，留意下自己嘅情緒狀況。如果遇到一啲情緒狀況嘅情況下，可以有啲咩嘅渠道去尋求協助咧？例如頭先我之前講到嘅一啲 EAP 嘅計劃啦，又或者咧，我哋亦都同樣地好似之前所講啦，咁我哋可以整合下咧社會上面有唔同嘅一啲尋求嘅情緒支援嘅一啲方式啦。咁啊，亦都可以整合下，讓員工咧去自己去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即時尋求到協助嘅。咁同時間咧，亦都我哋去鼓勵下員工啦、同事啦，咁亦都係可以咧去觀察下自己身邊嘅同事，會唔會都會有一啲不一樣，同平時嗰個情緒啊，或者個行為有啲不一樣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可以咧去讓員工咧，大家都係互相去觀察下，互相去關心下嘅。至於第4點咧，亦都係咧我特別要強調嘅一點嚟㗎。尤其是當你個企業裏面，如果係有一啲直接受到影響同冇直接受到影響嘅員工共存嘅時候咧，咁我好建議企業嘅僱主或者高層咧，係第一個企出嚟去支援翻受到影響嘅員工，做一個role model， 做一個示範。咁然後咧就同翻啲咧冇受到直接影響嘅同事去分享翻，我哋喺呢啲時間咧應該展現翻我哋嘅同理心，我哋咧去需要咧去支援翻咧我哋嘅同事，而家咧喺屋企個生活上面咧係遭受嘅困難，盡力咧就喺工作上面咧去提供多啲支援同埋支持同事，咁好讓同事咧可以咧有一個安心嘅狀況咧去處理佢而家呢個咁艱難嘅時刻。以上呢幾點咧就係咧我喺組織心理學方面嘅一啲少少嘅建議，咁亦都希望咧各位嘅僱主、高層同埋人力資源嘅同事，亦都係可以咧就住我以上呢幾點咧，可以實踐翻喺自己企業上面，咁讓大家咧亦都係可以整個社會咧去度過呢個咁艱難嘅時刻。